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我自己吧，刘家瑶吧。因为这个角色虽然是我演，所以我非常了解啦。然后他有很多行为举止都是蛮偏差，然后蛮不适当的这样。是，我跟你讲，我刘家瑶有才华有能力，我今麦所有一切拢是凭我家己实力得到的，我才不参像因这样下囝，拢是靠霸主啦。在观众的立场也是非常多，就是在骂这个角色这样，甚至有来我自己的粉丝专业这样，反正我就把它当作是发泄啦。大家对佳瑶的怒气，小编都知道，但记得对戏不对人哦。那其实我虽然自己在演，那为什么不讲别人？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还真的是蛮渣的这样。我承认哦，我是一时糊涂，才做出这款代志啊。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演过这类型的角色，那所以这一次呢，就是体悟非常深。那当然在家也是会去观赏我们多情城市的播出，跳脱变成观众的时候，那也会希望他有遭受报应啊。至于是怎样的报应，那可能要请观众再继续看下去，或者是如果你希望他得到什么报应，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在。有没有那个多情城市的官网上面 Facebook 去提出你们自己的见解？我相信，有一些监制或是编剧们也有可能会采纳哦。佳瑶都开口了，欢迎大家底下留言。加油！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应该要被打屁股啦。觉得文珍也是蛮白痴的。不是觉得他蛮白痴，我觉得他还蛮反的这样。杜小，过来跟你冤家，我准备记我今仔日是排卵期啦。你现在来讲，伊去厨房甲迄补身体中药食完了后，赶紧洗身躯，时间差不多，咱就要赶紧来做功课啊。咱像迄冤家，你敢有心情做功课哦？我不要做嘛，冤家还冤家，生囡仔还生囡仔。我要赶紧来洗身躯啊啦！你等下甲我交代的代志，赶紧慢慢的啦。我真正会昏去我。他就是做错事啊，他不应该去强求一个不属于他的东西，然后伤害这么多人。我跟老板娘加油，我们一定要去苦命啊吧！我怕你亏你啊，加油！可是真的现实生活上真的有这种人当然我相信这种事情已经越来越见怪不怪了。可是就是觉得，还是觉得就是，文珍真的是也该打屁股了。他抢了你的男朋友，就这样子让他去。如果我的男朋友也会被抢的话，那他们也有问题。他们没有足够的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心态很重要，就是佳瑶私下也都会跟我讲，很多事情心态很重要，对不对？什么佳瑶私底下，黄文兴私底下啊？佳瑶私底下就是你退下来之后的黄文兴啊，文兴哥啊，文兴哥。我们有时候也会对于剧情啊去了解一些一些事情对看法，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心中要那个尺寸的问题。不是尺寸，什么尺寸啊？不是啊。刘家瑶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原因有分幕前跟幕后。那你先说大家都知道的。幕前就是在饰演刘家瑶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千夫所指，因为他同时跟就是台内两个大家炙手可热女星交往，就是张家伟嘛，还有苏燕佩嘛。哦，是跟文珍。对，而且不是只有名，他们是有夫妻之实那种。对，演这种角色最讨人厌，太令人羡慕。我是这个意思吗？他还好吧？我是对，他还好吧？以前比较常被讨厌的是红毛哥，因为至少刘家瑶长得就是还是人模人样。然后以前红毛哥常配到像他那时候配德心姐什么的，人家都问他说他给编剧多少钱。幕后是因为他也都私底下，已经身为人夫了，还是不断的用言语在刺激各位女星这样。只要黄文兴在的场合，旁边女生我没有看到不笑的。所以这就代表我刘家瑶才是真正胜利者。而且我跟你讲，他老婆很漂亮。我知道，我看过啊。
你知道我那时候那个文心来上我跟飞哥节目啊，飞哥那时候不知道那个女生是文心的老婆。哎，基隆，那个马子是谁？我说，报告飞哥，那是黄文心的太太。报告君勇哥，飞哥没有演这一档，不要爆他的不要爆他料。好，那我就认为黄文心是应该最要受到惩罚的坏人，好像都是刘家的哦。对那，你觉得最？我是身为刘家担当，我认为最坏的是谁，你知道吗？是编剧，都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叫我们家的人做坏事，什么都不是。大家应该最恨那个黄文兴，对不对？刘家瑶，对不对？是真的还蛮坏的哈。因为你看，马上来了，声音马上来了。为什么他可以随 Q 随到？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刘家瑶我们戏里头都叫假瑶啊，作瑶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哇，又是什么，又是劈腿，然后又是这个害人，然后很多很多的事情全部都发生在他身上。就在你生活顶的旁边。讨厌，真的讨厌。所以我们就非常的讨厌他，我相信观众也非常的讨厌他，都希望他受到惩罚。所以我想他应该是第一名了，在我的感觉上他是第一名。这样子觉得。他这样最坏的一点，这几个杨三泰啊、刘世昌啊或佳瑶都是一样，最坏一点。不同的坏。没有，你们有一点真的超级无敌坏，太帅了。哪有坏人可以这么帅的？有这么？有点过分哎。不是，我已经痒了，有点演的坏人，有点帅这样子。